各位大家好，呀，哦，来到这个场合，感觉足亲切的，啊，这个叫做气氛嘛，拢真热烈，感觉讲，台湾做台语、做台湾册的出版，嘛足有前途的，是，这个出版社已经做40年吼，真感谢济咱台湾的迄个同乡，甲台湾本土爱好迄个知识分子吼，有咧支持前卫出版社。我常咧讲吼，前卫出版社自开始办道，敢若讲要倒吼，但是吼，我感觉无啥物可取的吼，但是若要算论命吼，我算有着的，对，所以吼，嘛倒想要甲家己吼学乐一下，好佳在你还袂倒。伫所有的台语文的时间内底，包括运动，包括出版，包括种种吼，包括写作吼，是出版这项工作吼，相对来讲算是较简单的，对，因为有人写出来，阮是做出版工作，出版工作是算简单的代志啦。你只要有钱，有想要做，重点是讲，做出来以后，佮加减有人要甲你买去看，安尼出版社才会活呢，无出版社嘛袂活，是，所以我都真感谢吼，久长以来吼，真侪前卫出版社，咱嘛有足侪吼，美国的台湾同乡吼，阮早期的主有了国民党进吼，但是美国的台湾同乡吼足支持的，所以阮的画主吼。伫美国销的，颠倒伫台湾销的搁较济，所以我迄个叫做真感谢吼，咱济台湾同乡吼，做热心，包括阮有出过一本叫做《台湾新文化》的杂志吼，台湾新文化杂志，迄本杂志哦，足可怜的，结果吼，迄个叫做《台湾新文化》的杂志吼，前后有派过3个人去美国吼，去巡回演讲，是绝无款我拄则就看到，这个林富文先生吼，是阮台湾新文化的这个支持者之一，吼，感谢你，对。搁足侪吼，足侪当各地台湾同乡吼是好，时间剩，即摆剩30秒尔，好，所以我要甲各位报告的吼，只要前卫出版社若无倒吼，有关台语文的出版。请各位放心，阮会继续做，做到讲阮无法度做。好，感谢各位。